为着要穿好了味道，真侪民众透早就去试啊。虽然今年稀巴巴原物料拢有起价，不过台中的地沟市场是有反纳甲级吸收成本，连续13年卖俗价年菜1份才100块。 传统市场排队的人潮计要100公尺长，早起9点左右，号码牌叫号已经来到265号。台中市地沟市场有摊商是连续第13年推出100块的年菜，白菜肉、鱼丸等10项菜是现煮现卖，引起了民众来抢买。我们家比较喜欢吃那种北菜肉啊，而且用掏肉菜啊，就是过年有一种寓味啊、寓意在，红烧牛肉啦之类的比较好吃的那些现场今天就没有了。今天或是过年的时候可以再早一点来，好像6、7点的时候就有了。咱人工家己的，过来就是讲百年菜食材来源有真济，我家己生产的吼，鱼酱类啦吼，鱼丸你拢家己生产的，这就成本也较低，所以讲虽然是起价来讲也有法度吸收就对啊。店家反映原物料是年年拢在起，鱼类起到将近1成，但是真侪产品拢是家己制作生产，成本依然在咧控制范围之内，因此拢自行吸收无起价。除了水产品，另外肉类也起价真有感觉。肉番讲1公斤拢破100块，但是因为今年年假长，民众依然习惯伫咧厝内围炉，实在买起并无减退。即马已经拢1公斤拢起到100外起啊！啊，贵嘛是爱买，爱买爱食啊。应该有5、6组的量吧。煮5、6天就对。对，好。再加一次。对。台中市农业局是表示，水产品平均日交易量大约48.3吨，平均价小每公斤163.3块。蔬菜生长的状况真好，日交易量大约197.8公吨，均价每公斤大约22.7块。而另外调配，力求过年期间各项农产品供应无问题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